一個女人不配戴任何首飾，大概啦，她在這3個方面認知很高。這句話聽落好像在評判女人，其實不是。今日唔係叫大家以後都不要戴耳環、戒指、手鐲，也不是說戴金戴玉就不清醒。愛美沒有錯，女人把自己收拾得體面，也是一種對生活的尊重。真正值得看的是另一件事，一個女人明明可以買，明明也見過世面，卻不急着用首飾替自己撐場面。她心裏到底把人錢關係看明到什麼程度？這種不佩戴不是窮酸，不是冷淡，而是她知道什麼東西能戴在身上，什麼東西要放在心裏。我想講衛蘭姐，她57歲，在舊街口開過一間小小的茶葉店。丈夫走得早，女人在外地工作，屋企不算富貴，但她把日子過得乾淨。木桌上有茶壺，有一本抄得起毛邊的佛號本，窗邊養一盆蘭草。她出門常穿淡色襯衫，頭髮梳得整齊，手上乾乾淨淨，沒有戒指，耳朵也沒有耳環。街坊第一次見她，常以為她節省到不捨得花錢，熟了才知倒不是。她會買好茶給自己飲，會定期去麗苑覆診，會給女人寄合身的外套，也會在寺院做義工時準備乾淨水果。她不是不花錢，而是不把錢花在證明自己身價的地方。有次茶樓飲早茶，幾個老姐妹搖起金戒，有人伸手給大家看新手續，光一轉滿桌都亮。旁邊有人笑衛蘭姐，你曬日咁素，唔怕人覺得你過得差？衛蘭姐沒有生氣，只把茶杯放低，慢慢講，我過得好唔好，唔使靠指手講。手要拿茶，拿經書，騙女人夠用了。這句話很輕，但裡面有她頭一處清醒。她不再把自己的價值交給別人的眼光。很多女人年輕時辛苦，是因為一直被比較，結婚比聘禮，過年比金器，朋友聚會比誰被寵，親戚飯桌比誰穿得貴，比來比去，心裡很難安。你若把自己交給眼光，別人一句你怎麼這麼傻，你就放別人一句女人要對自己好一點。你又覺得自己虧欠自己，別人曬出一條項鏈，你回家就想是不是自己太寒酸。人活到中年還被這些聲音牽着走，心會很累。衛蘭姐不是天生這樣，她年輕時也愛買靚的東西，尤其丈夫還在的時候，每逢生日，她都會送他一件小首飾。後來丈夫病重，家裡錢要用在藥、護理、交通和生活上，她把一些金器賣掉，不是哭天搶地，而是一件一件放進小袋，對丈夫說：人要緊，東西不急。丈夫走後，有人勸她再買一點戴在身上，說女人身上太素，容易被人看低。她當時也動過念，去商場看了一圈，櫃檯燈很亮，售貨員說得很好聽，可她心裡忽然想起丈夫病床邊那盞小燈。那晚她最需要的不是手上有光，而是心裡有力。後來她慢慢明白，首飾能讓人看見你一眼，卻不能替你安住一夜。真正的底氣是你知道自己吃過苦，幹過事，仍然沒有把心弄灰。這份底氣不用掛在頸上，也不用戴在手上。你坐在那裡，講話有分寸，做事有交代，眼神不方別人自然感覺得到。所以女人不戴首飾，未必代表她不愛美，她可能只是過了那個需要外物替自己喊話的年紀。她知道衣服乾淨比 logo 更重要，臉色安定比粉底更耐看，說話舒服比金器更有貴氣，屋企有和氣比朋友圈有排場更實在。女不是叫你把首飾丟掉，如果你喜歡可以戴，如果家人送你，你也可以珍惜。關鍵是你戴它時心裡是不是自在。戴了沒有優越感，不戴也沒有低人一等。能做到這一步，女人就不容易被比較牽走。衛蘭姐第二處認知藏在她怎樣用錢。
茶葉店關掉後，他每月收入不算多，卻從不把自己過成苦味呀。他有一本小薄簿，分得很清楚。生活、醫療、女人來回、功罰造善，自己喜歡的小事。他說錢不能亂花，也不能一味死守。錢是水，要有河道，沒有河道就會沖走生。有一年，女人想帶他去旅行，說媽你辛苦半生，應該享受一下。為難者沒有立刻拒絕，也沒有立刻答應。他先問機票、住宿、保險，回來後覆診，全部算清楚沒？女人笑他太實際。他說實際不是掃興，係讓開心，不要變相日後的壓力。你看，他不是不享受，而是不讓享受要過秩序。很多人說要對自己好，結果買完東西心裏更慌，說要活得漂亮，結果信用卡賬單一來，整晚睡不着，說不能虧待自己，卻把真正該花的醫療、休息、學習和家人溝通全部推後。這不是愛自己，是被情緒牽着消費。為難者買東西前常問自己3句：我是不是真的需要？買了之後會不會增加麻煩？這筆錢有沒有篩掉更重要的安排？這3句很普通，但很有用。他買一件舒服外套，因為冬天早上去市場會冷。他換一張好床墊，因為腰痛影響睡眠。他給自己買一套合腳的鞋，因為去寺院做義工要走路。相反，親戚拉他買保值首飾，說女人手上要有點東西傍身，他只是笑笑，傍身嘅唔一定帶出嚟。阿瑤卡、緊急電話、清楚賬目，同女人講得開，這些更傍身。這句話很有生活味。真正能在晚年保護人的，很多時候不是舉你那件貴物，而是出事時找得到資料，心慌時知道可以找誰。佛法講惜福，不是叫人什麼都省，惜福是知道每一分資源都有去處，不讓貪念、比較和面子把它浪費掉。你花錢讓身體舒服是惜福，花錢讓家人少擔心是惜福，花錢學一點養心安定的東西也是惜福。我若只是為了不輸給人，買完還要硬闖，那就不是享福，是給自己添業。有次婚宴，為難者穿一件很簡單的淡青色外套，桌上有人半開玩笑：今日咁大場面，你點解唔戴條鏈？他沒有尷尬，只說我今日來祝福新人，不是來同人比量。同桌一位年輕媳婦聽了，飯後悄悄跟他說：姨姨，我每次回夫家都怕被比，聽你這樣講，心重了。這就是高認知的力量。他不靠批評別人來證明自己清醒，也不靠否定首飾來顯得高級，他只是把重點帶回場合本身。婚宴是祝福，不是比賽；探病是關心，不是排場；回家也飯是團聚，不是展示。女人若能分清場合的本意，就不容易被表面的光帶偏。第三處認知，在關係裏，為難者不戴首飾，還有一個很私人的原因，她不想讓身邊人總把她的戒指綁在有人送你什麼上。丈夫在世時，街坊常問她今日送什麼；丈夫走後，又有人問女人有沒有給她買金。好像女人被愛，就必須有一件東西拿出來給人看。她後來跟女人講得很清楚，你不用靠買貴東西證明孝順，你肯同我好好講電話，肯告訴我你過得怎樣，肯照顧自己，我就安心。女人一開始不習慣，總覺得媽媽太客氣。為難者說，我不是客氣，我是不想讓愛變成賬單。這句話很深。很多家庭的壓力就是把愛算成東西，母親節一定要禮物，生日一定要紅包，過年一定要金器，少一樣就覺得被冷落。禮物可以有，但若每次都變成考試，仔女會怕，父母也會怨。親情一旦天天被考試，福氣就很難留住。為難者跟女人有一個約定，重要日子可以吔飯，可以散步，可以一起整理屋企，
可以陪去女院，禮物不必貴，但話要講真，女人工作忙，有時只能打電話。他不會在電話裏說你看別人女人怎樣，而是先問最近瞓得好唔好，飯有冇好好食。女人遇到工作不順，也敢跟他講，因為他知道媽媽不會一開口就諗盤。衛蘭姐就說你先講，我聽完再陪你想。這句話看似簡單，其實是界線。他沒有把女人的人生搶過來，也沒有用母親身份壓下去。他讓對方先成為一個人，我成為女人。女人到中年最難的往往不是沒有首飾，而是沒有界線。別人一句話，他就急着解釋；親戚一句比較，他就急着證明；孩子一句冷淡，他就心裏翻江倒海；伴侶或家人沒有送禮，他就覺得自己不被愛。這些情緒不是錯，但若一直被他們推着走，人會很苦。衛蘭姐修的是另一重功夫，把追求講清楚，不用密點暗示，把失望講柔和，不用冷戰懲罰，把愛放在日常，不讓節日綁架。他會跟女人說你忙可以早點講，我不猜。也會說我想你陪我復產，但如果你走不開，我哋再約時間。這樣講既有需要也有餘地。他不把自己包裝成什麼都不需要的人。高認知不是假裝無欲無求，而是知道自己的需要，並且用不傷人的方式表達。他想有人陪，就直接講；他不舒服就說明；他不想參加某些飯局，就婉轉拒絕。他不靠一張冷臉讓人猜，也不靠一件首飾補償心理的空。有次親戚群組裏有人曬人識送的金鏈，順手問衛蘭這女人今年送什麼。若是以前，他可能會刺痛一下，現在他只會我女人上星期陪我去復診，路上同我飲咗杯茶已經很好。一句話不炫耀，也不自卑。群裏忽然安靜了幾秒，後來有人回他，這樣也很好。很多女人聽到這裏可能心裏會酸，因為他們不是貪首飾，而是怕自己沒被重視。他們想要的不是金子，是一句我記得你，不是手續，是一份放在心上的惦記。可如果你只盯着物件，就容易錯過那些不會發光但很真實的愛。所以你可以問自己，我在意首飾是因為真的喜歡，還是想用它證明我值得？我不戴首飾是因為自在，還是因為委屈到不敢要？這兩個問題要分清。高認知不是一律不戴，而是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戴，為什麼不戴。如果你喜歡首飾，可以大方喜歡，選一件配合自己的，乾乾淨淨戴着，心裏不拿它比人，也不拿它壓人。如果你不喜歡，也可以素素靜靜，衣服合身，頭髮清爽，言語溫和，眼神安定，兩重都可以。怕的是心裏一直被別人的標準追着跑。佛法看一個人，不看他身上亮不亮，而看他心裏貪不貪，怨不怨，迷不迷。首飾本身沒有罪，素淨本身也不自動高級。真正要修的是那一料。我是不是貪人稱讚？是不是怨人不送？是不是迷在比較裏？是不是把自己忘了？衛蘭姐每天早上開窗，先給蘭草澆水，再念10聲阿彌陀佛。他說念佛不是把自己念成會有脾氣，而是提醒自己不要被外面的聲音拖走。有人誇他念佛；有人說他太素，他也念佛。誇也好，嫌也好，都是風。風來了，茶杯不要翻，這就是修心。他也會失落。有一年中秋，女人臨時加班，不能回來一飯。衛蘭姐煮好的菜放在桌上，心裏不是沒有哭。他差點想發一句重話：你永遠都忙。後來他停住，把手機放下，先盛一碗湯，念了機聲佛，再發信息：工作辛苦，記得食飯，下次返嚟我再煮。女人夜裏回他一段語音：多說嗎？對不起，我最近壓力很大。衛蘭姐聽完眼眶紅了，她明白
如果自己那句重話發出去，女人可能更不敢講真話。她把話收住，不是委屈自己，而是保住了一條能相通的路，這比任何首飾都珍貴。女人真正的清醒，常常就在這些小地方，不是永遠強勢，也不是永遠忍，而是知道那句話會傷人，那個念頭會拖自己，那筆錢該花，那個眼光不必接。她能把生活裏一件件小事安在正位，心就不容易亂。衛蘭姐家裏其實有一個小木盒，木盒不大，放在衣櫃最上層，裏面有丈夫以前送她的一枚戒指，一對耳環，還有女人小時候用紅繩穿過的一顆小珠。她不是沒有，也不是全都賣掉，但只是很少拿出來戴。她說留念可以放在盒裏，日子要活在當下。這句話讓人聽了很舒服。很多女人會被兩邊拉扯，一邊是別人說你要有點首飾才像被愛，一邊是自己又怕太看重外物顯得俗。衛蘭姐沒有被兩邊拉走，她承認那些東西有回憶，也承認今天的自己不必天天把回憶帶出來給人看。她每年清明前會打開木盒，用暖布擦一擦，在盒上。女人問她要不要帶去拜祭，她說不用。阿子帶一束白花，一壺熱茶，在丈夫墓前坐一陣。她說你送我的，我記得，但我今日過得穩，你應該更安心。這種感情不是薄，是深度不用靠外相證明。所以頭一處認知不是不需要美，而是不再被別人怎樣看牽着走。他知道紀念和展示不是同一回事，愛和炫耀也不是同一回事。很多人手上戴着很亮，心裏卻一直怕別人不看見。他手上掃正，心裏反而有一份不急。這份不急在茶葉店關門那年更明顯，那時店租上漲，生意又被網店分走。他不是沒有掙扎，朋友勸他把店裝修得漂亮一點，櫃檯放高級茶具。自己也戴得貴氣些，客人才覺得有檔次。他算過賬，最後沒有跟。他說客人來買茶，不是來看我手上有幾重金。他把錢用在茶葉保存、店裏燈光和給老客人的試飲小杯上。有人說這樣不夠風光，他也只是笑。後來店雖然還是關了，但他沒有欠債，也沒有把自己壓到喘不過氣。他說人做生意可以輸一段，但不要輸掉清楚。這句話放在女人生活裏也一樣。女人花錢最怕什麼？不是買貴，而是買得不明不白。為了面子買，為了賭氣買，為了證明自己被愛而買，為了壓過別人而買。買完心裏沒有更安，只是更累。衛蘭姐錢不多，所以她更要問清楚，這筆錢是養心還是養比較。她的小薄簿上有一頁寫着讓自己好過一點，裡面不是金器清單，而是3樣：每年體檢，鞋要合腳，屋企燈要夠亮。女人看了笑，說你這也太實際。衛蘭姐答：實際的東西日日保護我，漂亮的東西偶爾讓人看一眼。這裏很值得中年女人聽一聽。你可以買一件漂亮首飾，但不要為了買它忽略了牙痛不看，睡眠不好不管，腳痛還穿不合腳的鞋。身體是修行的道場，屋企是心安的地方。這些地方若一直被虧待，外面再亮也只是表面。有一次他在醫院排隊復診，旁邊2個女人聊天，一個說自己捨不得看牙，卻剛分期買了手鏈，另一個說不買又怕這枚聚會被笑。衛蘭姐沒有插嘴，只低頭看自己的復診紙。她後來跟女人說，女人要對自己好，先要知道哪裡真的需要被照顧。女人那天沉默很久，她自己也常有這種拉扯，工作壓力大時就想買東西安慰自己，買完又內疚。衛蘭姐沒有責備她，只說你可以買，但先睡一晚，第二日醒來還想要，再看錢夠不夠。很多念頭過一晚就淡，真正需要的東西不怕等。
這就是第二處認知的落地，讓衝動過夜。女人不需要把自己收成什麼都不賣，但要把手從情緒裏拿回來。心很亂時，不急着下單；被人比較時，不急着證明；覺得委屈時，不急着用花錢填洞。先停，先喝水，先睡一覺。很多選擇就會清楚。為難者也會給自己小獎勵。他喜歡一隻白瓷茶杯，看了3次才買。買回來後，每天早上用它飲茶，心裡很歡喜。它不是苦客，也不是壓抑，他只是分得清，這隻杯子陪他過日子，不是拿去壓過水。哇，這種喜歡很乾淨，不帶刺。真正高認知的消費不是越少越好，而是越清楚越好。錢花出去，換來健康、安穩、秩序、學習陪伴，這些會在日子裡慢慢回報你。錢花出去，只換來別人一眼羨慕，若自己回家仍然空，這筆錢就很薄。再講關係，為難這女人剛工作那幾年，每到母親節都很緊張。公司同事會討論給媽媽買什麼，有人買金，有人買名牌包。女人收入不高，心裡怕媽媽失望。曾經察看買過一條項鏈，為難者收到時先問：你這個月租金交了未？女人以為他嫌禮物不夠好，眼圈立刻紅。為難者把項鏈收進盒裡，拉他坐下，說：我不是不喜歡你心意，我是怕你用壓力買孝順。你若因為這條鏈接下來3個月吃不好，我帶着都不安。那晚兩母女在飯桌前談了很久，為難者把自己的想法講清楚。禮物可以有，但不能把仔女逼到喘不過氣。孝順可以表弟，但不一定用最貴的方法。媽媽想要的不是收禮時的風光，而是孩子過得穩。女人聽完，第一次覺得母親不是在拒絕她，而是在保護她。從那之後，女人每年母親節都改成陪她做一件事，有時陪她去市場買菜，有時陪她去寺院上香，有時在屋企一起煮飯。為難者會拍一張飯桌照片，沒有首飾，沒有鮮花堆滿桌，只有2碗湯和一盤青菜。阿雪，這樣我記得更久。關係裡最高級的清醒是不讓愛被價格綁了。你不要求對方用昂貴東西證明對方反而更敢靠近你。你能直接說需要陪伴，而不是拐還怪人不送禮。家人就知道怎樣愛你。你不把自己放在考官位置，親情就少一點緊張。當然，這不代表女人什麼都要自己吞。為難者也會對女人講需要。有次他腰痛，想女人陪去嗌院，但女人那天要開會。他沒有說你心裡根本沒有我，而是說我有點怕一個人去會坊。你今天走不開，可不可以幫我約明早，或者幫我叫車？這句話有情緒，也有方法。女人立刻幫他約車，又請半天假陪他覆診，事情就這樣解決了。你看，如果他把害怕包成責備，女人只會防備；他把害怕講成具體需要，女人就知道怎樣幫。很多家庭不是沒有愛，是愛被不好聽的話堵住了。這也是第3處認知最實用的地方。不要讓別人猜你的心，也不要用物件替你說話。想要陪伴就講陪伴，想要尊重就講尊重，想要被記得就講你在乎。講得柔和並不丟臉。真正丟臉的是明明想要愛，嘴上卻只剩埋怨。為難者後來常跟身邊姐妹說，女人最緊要不是手上有幾多，而是心裏有冇路。心裏有路，就是知道不舒服時怎樣講，知道被比較時怎樣退，知道花錢前怎樣停，知道孤單時怎樣求助，也知道念佛時怎樣把心慢慢放下。他沒有把自己活成一尊冷冷的佛像。他會笑，會買喜歡的茶杯，會和女人鬧小別扭，也會在中秋夜裡想丈夫。他的清醒不是沒有情感，而是不讓情感把自己推在混亂。這樣的人身上即使素淨，日子也有一重穩穩的香氣。你若想學為難者，不必從不戴首飾開始，
可以從3個動作開始。先整理錢，把真正滋養自己的支出列出來，健康、睡眠、學習、家人溝通、別樣面只排在最前。再整理話想用禮物證明愛時，先問能不能直接講需要，最後整理眼光。別人晒什麼，你先祝福，再回到自己日子。後來衛蘭姐把這套想法教給幾個屬下，他不講大道理，只讓他們拿一張紙寫下最近想買的一件東西，然後在旁邊寫3行：我為什麼想買，買完會解決什麼，若不買我會失去什麼。很多人寫到第2行就停住了，因為發現自己想要的不是那件東西，而是一口氣。有個熟客想買一支很貴的手鐲，原因是嫂子在家宴上說他越來越不像有人疼。衛蘭姐聽完沒有說買或不買，只問他你想買給自己看，還是買給嫂子看？對方另主，若是買給自己看就慢慢安排，若是買給別人看，那別人的嘴永遠都有下一句。女人最容易被這重話推着走。別人說你老了，你去買年輕；別人說你寒酸，你去買貴氣；別人說你沒人疼，你去買證明。買到最後，東西越來越多，心卻越來越累。衛蘭姐常說，嘴長在別人身上，錢在你袋裏，心在你身上，3樣不要搞亂。這句話很生活，也很有佛法味道。我竟會來，耳朵會聽見，心會起波動，這些都正常。但修行就是在波動中多一點覺察，這個念頭是我真正的需要，還是別人丟給我的焦慮？這筆錢花出去，是滋養我，還是餵大我心理的比較？如果你正在被比較牽着，可以先做一個很小的停頓，不要立刻回話，不要立刻下單，也不要立刻跟家人發脾氣，先切開手機10分鐘，去倒水、洗碗、收拾桌面，讓身體動一動。人一動，念頭就不會一直卡在同一個地方。衛蘭姐自己也用這個方法，她看到別人曬禮物，心裏偶爾也會起一點算。她不罵自己小氣，也不假裝清高，她會去整理茶罐，把茶葉分好，再泡一杯熱茶。等茶香出來，那點酸通常就淡了。她說心酸事，不急着做決定，先讓心有個落腳位。這就是成熟女人的厲害，她不是沒有情緒，而是不讓情緒直接坐上駕駛位。很多錯買、錯講、錯怪人，都是情緒一上來就立刻行動，你肯停一停，就已經把命運的一部分拿回來。再講禮物，若你是母親，真的想收到東西，特別藏族完全不在意，你可以明白講。我喜歡實用一點的，陪我吃餐飯也好，幫我整理手機也好。這比冷冷說不用買擔心你等對方猜更慈悲。人你是女人或媳婦，也可以問得直接一點，媽，你今年想要實用的，還是想一起入飯？不要只按自己想象去買。很多老人家不是不喜歡禮物，而是怕孩子花太多，又怕自己說出口像索取。問一句，反而讓大家少猜。衛蘭姐和女人後來有一個很好的做法，每逢節日，女人先給3個選擇：入飯陪襯、買一件小東西。衛蘭姐自己選，這樣既有心意，也不浪費。親情最怕猜，猜夠了就生怨。把選擇講出來，怨氣少很多。這套做法也括合夫妻。很多女人嘴上說不用，心裏卻希望對方記得。丈夫真的沒買，她就失望。你可以柔和地講，我不是要你買貴的，我是想你記得這個日子。這句話比冷戰3天有用。我不是猜謎，假也不是考場，但講需要時也要給對方能力範圍。若家裏錢緊，就不要用貴禮物證明愛。可以一起去市場買菜，可以散步，可以煮一頓飯，可以把舊照片整理好。愛若只剩價格，就會越愛越累；愛若回到陪伴，反而長久。衛蘭姐還教女人記一個不內疚清單，
女人工作忙，不能每次陪她，就把能做的列清楚，每週2次電話，每月陪1次覆診或吔飯，重要文件幫媽媽看一遍。做得到的穩穩做，做不到的早點講，這比臨時買貴禮物補內疚更踏實。很多家庭的禮物問題其實是內疚問題，孩子內疚就想買貴的，父母孤單就想用禮物確認自己重要，兩邊都苦。若能把內疚換成穩定的安排，親情會健康很多。衛蘭姐說，穩定比驚喜更讓人。第一句話也適合女人對自己，你不需要突然用一件昂貴東西證明自己值得，你可以穩定地睡好一點，吃好一點，走路多一點，定期看醫生，給自己留一點安靜時間，這些不一定被人看見，卻日日在養你。外面的首飾會被人看見，裏面的秩序未必有人稱讚，但人到中年後，真正救你的，常常就是那些沒人稱讚的秩序。帳目清楚，身體有照顧，關係不亂猜，心裏有佛號，這些加起來比一時亮眼更有底。衛蘭姐的茶葉店關門後，有段時間她很失落。他不是聖人，也會覺得自己是不是不夠有本事。那時有朋友說，你若早點包裝自己，但而可能不同。他聽了也難過。後來他整理賬本，發現自己沒有欠供應商1分錢，也沒有拖欠員工工資。他忽然心安。他對女人說，我沒有把店做大，但我把人做好了。這句話很有重量。女人真正的高級，不是每件事都贏，而是在輸的時候也不失德；不是永遠光鮮，而是在退場時也乾淨；不是身上有多少裝飾，而是遇事能不能守住分寸。從那之後，他更不急着用外物補失落。他知道，若心理的失敗感沒有整理好，買什麼都只是遮一遮，遮住不等於好了。他寧願慢慢散步，慢慢念佛，慢慢重新安排生活。這個慢慢就是他對自己的慈悲。你若現在也有一種想靠買東西補心的衝動，先不要怪自己。人受委屈時，總想找一點看得見的安慰。只是找之前，先問一問：我真正需要的是休息、陪伴、被理解，還是一件物品？若是前3樣，就不要只用物品打發自己。可以拿出紙寫一句話：我現在真正難受的是什麼？寫出來後，再決定要不要買。你會發現，很多時候你要的是被聽見，不是被看見；要的是安心，不是耀眼；要的是有人陪你走一段，不是多一件東西壓在抽屜裏。這樣寫不是麻煩，是把心照顧好。佛法講觀心，觀心不是坐在蒲團上才算。你在商場門口停一停，在手機付款前問一問，在跟家人吵之前把話收一收，都是觀心。能在生活裏觀心，才是真的有用。所以這個題目最後不是要分出哪從女人高，哪從女人低，而是提醒每個女人，不要把自己交給外物，也不要把外交給物件，更不要把萬年交給比較。你可以美，可以掃，可以買，可以不買，最重要是心要清楚。清楚的人，帶一件小東西也不貪，不帶任何東西也不怨。清楚的人，收到禮物會感恩，收不到也能好好講需要。清楚的人，知道錢有去處，話有分寸，我有界線，心有依靠。這樣的女人才真正讓人敬重。遇到比較，你可以講，你戴得好看，我做一點也舒服。遇到孩子不知道送什麼，你可以講，你照顧好自己，比買貴東西更讓我安心。遇到自己心裏酸，也可以承認，我不是不在意，我只是想用更清楚的方式被愛。這些話都不硬，卻能把心帶回來。真正成熟的女人，不是什麼都不要，而是不被什麼牽着走。她可以接受禮物，也可以不靠禮物活，可以欣賞漂亮，也可以不被漂亮困住，
可以愛家人，也可以不把自己弄丟，可以念佛修心，也可以把飯煮好，醬算清，話講油。一個女人不配戴任何首飾，最值得看的不是她手上空不空，而是她心裏滿不滿。心裏若空，大門也方；心裏若穩，掃帚也有光。那份光不是照給別人看的，是她自己在日子裏慢慢修出來的。所以這個題目真正要提醒的，不是叫女人選邊站，而是把選擇權拿回自己心裏。戴就清清楚楚地戴，不戴也安安穩地不戴。不要為了討好誰，也不要為了反抗誰。身上可以簡單，心裏不要委屈。外面可以有光，內裏更要有主。首飾不是問題，遺失才是問題。數證不是答案，清醒才是答案。女人能把錢用明白，把話講柔和，把愛放在日常，把心安在佛號裏。這份貴氣不靠金玉，茶會涼，金會舊，眼光會變，清醒的心能陪你走很久。南無阿彌陀佛。